第二前解封以后，该饭店首次办的就是月饼礼盒上市的记者会。总经理坦诚，经营上压力真大，不过面对中秋送礼季节，袂当欠缺就是月饼之味，所以一定要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虽然拄着疫情，不过因为每一档6000克的礼盒拢卖完，嘛互伊真有信心。今年再次以文化创意的概念设计红色倒柜，向前自制财宝。加上内底各副扑克牌，就是要互中秋团圆日子来升牌啊，趣味一下。那礼盒方面我们做的是这个叫做五斗柜，它是象征一种叫聚财啦。所以这里面根据我们往年来讲，我们的今年的副品牌我们是做的叫扑克牌，非常精致的扑克牌。往年都做的一些像我们有跳棋啦、西洋棋啦，或者围棋啦，或甚至这个打弹珠那种的那今年推这个扑克牌，精致扑克牌，希望能够大家在赏月的时候吃个月饼，然后家人可以玩个扑克牌、捡红点、玩接龙的。这样的话，大家全家想和乐融融啊。根据了解，多年来有消费者就是被饭店这款点啊有更轻可菜，佮有收藏价值的礼盒所吸引。当然，礼盒真水，主家月饼嘛是选择大家接受度上悬的传统口味。同时，今年嘛加入碧螺春的地方，用下脆梅的新口味。传统的那个莲蓉之外，我们今年还特别研发一个用茶香味做的那个碧螺春，因为月饼人家感觉都是比较油腻的东西那我们配茶香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那个茶香又带有清香，而且呢，我们这个茶是我们那个康熙皇帝以前专门说起名为那个碧螺春那个茶。送礼自用拢真好的月饼礼盒，饭店嘛希望互人感受中秋满满的回忆甲祝福。今日新闻，军事何长芳采访报道。